面对高龄加少子化，孕妇生产的安全就相当的重要。基比病院连续3档，伫个病人安全周的活动，就将孕妇生产的安全列入去重点。今年还佫结合在地宫庙，甲列开基林水夫人妈庙来合作，希望借由传统信仰的力量，宣导产妇生产的安全。奇美医院非常重视孕产安全，也配合卫生福利部推动病人安全的年度目标，要来推广病人孕产安全。那在过去守护这个孕产安全最重要的就是咱林水夫人妈这个庙宇，那么能够提供大家心灵上的抚慰、保障伊嘛是全台湾第一个来推动这个孕产安全上界领袖上界有经过的这个礼物所以大家呢生产前进前，大家记得一定要到林水夫人妈庙来拜拜，嘛要定期产检，我们来一起保障孕产安全。台南的特色就是庙宇很多嘛，那其中有一间庙很特别，叫林水夫人妈庙它就是专门守护孕产的安全的，所以我们想说，这个是台南民众的信仰，那我们能不能结合这个信仰，那跟医疗一起来宣导推广这个守护产妇跟 baby 的安全所以特别在这边办这个活动，那我们还准备了1000个这个安产的御守。等一下要请我们院长跟庙方的这个主委在庙里面去做一个加持，然后再分送给现场的这个准妈妈们这样子相传林水夫人是富有红鞋甲保护产妇的守护神，开基林水夫人妈庙是台湾上早的足道顺产守护红鞋的庙宇。这间基比病院嘛特别结合乡亲医疗安全，甲着祝福的1000个安产御守。有着庙方加持，要来分享给参与的活动民众。透过甲庙宇的合作，扭近社区甲医疗的距离，共同为推动安全医疗，甲着社区的健康贡献心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